全木製嘅儲物櫃，就連抽手都係木材。新宿式嘅木餐台餐凳，窗框，用嚟隱藏冷氣嘅框架，通通加入木嘅元素。呢個單位設計用料唔使多講，置身其中被木材完全包圍，令人有一種暖意。呢個單位嘅戶主咧，佢哋好中意日本嘅文化，咁亦都對簡約嘅事物同埋造型都好嚮往嘅。咁希望可以喺完成一日嘅辛苦工作之後，翻到屋企得到個好放鬆嘅一個空間。深入了解之後，知道戶主原來佢都好中意北歐嘅一啲嘅家私同埋氣氛嘅。咁我哋就有咗一個好明確一個嘅主題啦，以一個北歐嘅風格作為一個嘅起點，然後再配合埋日系嘅設計作為一個主調。客廳嘅梳化茶几，曲尺形組合櫃，線條工整，體積偏大，都係北歐家私嘅特質。擺放喺大約500尺嘅單位入面，都有一啲技巧。我哋點樣將嗰個空間咁將佢延伸到係最大呢？就係因為佢個單位有一個好靚嘅海景啦，咁我哋唔想嘥咗個海景嘅，所以我哋又要滿足翻收納個容量。咁我哋一入到呢個客飯廳嘅時候咧，就將所有嘅高身嘅櫃咧靠翻右邊嚟到去安放。咁左邊盡量唔想有任何嘅高身櫃，所以寧願犧牲咗個電視櫃，唔好做得係咁長，都想話保留翻嗰個寬闊嘅海景嘅。全屋鋪天蓋地用上紅橡木，難免會令室內偏黃。與其為每個空間挑選主燈，設計師簡單喺天花裝上路軌，橫跨客飯廳，方便屋主按需要調校燈光嘅分佈。玄關寬闊係另一個展示日系設計嘅空間。呢度除咗儲物櫃，亦都以木屏風劃出一個換鞋嘅位置。為咗減輕高身櫃帶嚟壓迫感，部分嘅位置都做咗離地設計。櫃頂嘅門板換上和紫飾面，增添通透感。成間屋嘅元素都喺晒呢個主人房都會見得到嘅，包括我哋嘅木條子啦、和紙啦，同埋呢嘅木嘅一啲嘅造型方面嘅，都喺呢度會呈現得比較多嘅。亦都加入咗一啲圓滑線條、深淺對比，令到層次更豐富。當中以床背嘅設計最花心思，因為擺咗張大嘅床之後咧，會增加咗嗰個壓迫感嘅，咁所以我哋床背板我哋唔係用一種嘅木將佢延伸到去頂嘅，我哋將佢分開咗上同埋下兩個唔同嘅 layer， 咁用咗比較大面積下面嗰個布紋嘅一個 pattern 嚟到做翻下面嗰個裝飾。再加上兩盞吊燈，可以將視覺焦點轉移至牆身嘅下半部分。書房以日式嘅拉門分隔，窗台加大向外延伸，同書台融為一體。成個工作同閱讀角落都可以享有全海景。浴室嘅設計亦都帶有和風味道。牆上嘅瓷磚好似有一種摺痕，設計師話係仿摺紙造型。地台磚亦有一啲暗紋，據講係灰色草紋磚。